到晚上呢就不睡觉，王就跌倒了，不懂礼呀，是吧？浮躁、功利、缺德。你看浮躁啊，现在都浮躁，所以现在是主要3大问题：没信仰，信仰危机，浮躁、功利，一切是钱，一切是利。怎么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啊？战胜功利主义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就只有全统文化。只要把《论语》读完，把《道德经》读完，他就不会把钱看到第一位，是吧？你看大学里面讲，如果国家把利放在第一位，这个国家就没了，是吧？我们圣贤都是主张重义轻利，并不是说不要利，就放在轻利，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，国家是这个未来放在第一位。现在他没有责任感，不负责任的，一切为了自己，是吧？所以第5呢，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要求。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了，只重视科学，重视数理化，学校就是一个东西，分数。分数害死人啊！分数害死一个民族，害死一个国家。你看他一切为了分数，他没有把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这个国家确定的方针来落实。你看我们所有圣贤都是讲，首先是讲道德，是吧？讲道德放在第一，《道德经》实际呢，我们老子叫做德道经，德经放在前面。孔子为政以德，把道德放在第一位，是吧？你看荀子、墨子都是主张道德的。现在我们重智育、轻德育，重科学、轻人文，加轻人文。所以我来讲啊，科学和人文2个东西，就好像一个人的2条腿。如果科学这条腿又大又长，也是个残废；如果人文这个腿又大又长，也是一个残废。所以我们古代呀，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，要么重视科学，轻视人文；要么重视人文，不是科学，你看都出问题，都影响国家人文发展。现在很多人就怪我们为什么清朝以来呀，为什么落后，就是传统文化害的。他就不懂啊。清朝开始，这个康熙、乾隆，全世界第一，经济产量总值，发展速度第一，怎么是传统文化呢？是吧？是后面只重视搞跌了，重视科学，轻视人文。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，忽视科技，都影响发展，所以第6呢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。现在我们国家提出要发展先进文化，我就讲发展先进文化，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，怎么发展先进文化呢？先进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啊？先进文化是上面的树的枝叶，传统文化是大树的根，根都腐朽了，根都挖断了，还有上面还长叶吗？是吧？所以我就提出3句话：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主体文化，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先进文化，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怎么来的？没有传统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吗？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没有传统文化，没有先进文化，没有传统文化，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很多些领导人不懂，很多有些校长也不懂，没有懂得这个道理。
第7呢，我讲加强品德教育的客观要求，中小学生品德教育，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。现在主要是缺乏抱负，没有志向，任性、自私、自我中心。你看现在一些学生不讲礼貌，不孝父母，不爱劳动，怕苦怕累，缺乏意志，心理脆弱。你看心理脆弱，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障碍的15%点多了，大学生的心理障碍25.6%，全国得抑郁症的超过2700万，一个法国人，去年自杀的人超过30万，要不要还不抓道德教育？用什么来挽救？信什么？要信圣贤，要读圣贤书，是吧？我们西方有一句谚语，叫做“天天和伟人在一起，不变成伟人也难”。我把它改了，这句话大家把它记回去啊，要去到处宣讲。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，不变成圣贤也难，记住吗？你天天和圣贤在一起，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的所有干部，所有的人，天天和圣贤在一起，天天读圣贤书，他不变成圣贤也难。还有各种不良现象吗？没有啊。圣贤是什么境界？什么高度啊？最后一点一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。我们国家提出要和谐社会，和谐社会要最基本的要做到4个和谐：人和自然和谐，人与人之间要和谐，人与社会要和谐。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，人的身心和谐。人怎么做到身心和谐啊？你看这么多抑郁症，这么多精神病，这么多自杀的，他为什么？他没有读圣贤书啊，身心不和谐，身体很好，心理有问题呀。心理的问题是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基础，所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啊？读圣贤的书，读经典书，经典圣贤把怎么做人、做事、做官讲得清清楚楚。你还有心理问题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看，8大意义，你只讲2大意义，讲3大意义，一讲完3分钟，把大家都说通了，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今天上午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啊。